去年的8月20日开刀是有一场大游行，诉求是处理过路人的地价，让每一个过路人拢会当平安回去厝。不过，这阵已经过一年啊，当初司法去活动的团体是认为讲，这死亡的状况犹原无减少。希望这交通部长活人了后，会当重视这个问题。去年8月20日，超过25000人行起开道，游行队伍划2030年过路人死亡减半，2040年过路人死亡归零的诉求。过一年，行人团体来检视，由于过去一年无论伫过路人设施、教训教育、甲交通执法3个层面顶悬，拢有真侪无够的所在。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数据也无降低。今年1到5月的行人死亡数是160人。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年，其中9%是遭到汽车的碰撞。联名指出，游行过后虽然爱立法院回应催清楚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，不过后小煞通过违罪无受检举等政策修正。批评中央对法规态度是无确定，而且道安权责散落伫各机关，点名行政院无改革决心，交通部也无落实执行的责任。行政院长无论要任命哪一位新的交通部长，都应该去 follow 我们过去820当天许下的承诺。我们也会请县市来加强工程的部分，还有去检讨道路的一个设施规划是不是合理，然后也会请他们加强执法的部分。对民间团体提出交通安全国事会议诉求，交通部回应伫相关政策研究甲讨论顶悬，拢会看议题，邀请相关团体对过路人交通死亡数据无降低反倒大成员会继续宣导，佮邀请地方政府盘点风险路口继续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